那么祖师就照这个规矩呢，就定的早灾后、午灾后，我们到会去绕佛。那么佛说是绕佛呀，和拜佛一样的功德。那么身体绕佛不离佛，我们心里头那么也是念之在心，也是念念在念佛，也不离佛。这是但是考验呢，我们早灾后和是午灾后，照通常说，要是吃饱了饭，不好拜佛，因为吃饱了这个胃肠里头，我们再拜佛就压迫它。可是我体验呢，拜30拜不怕，也可以拜30拜，也就是拜60拜、80拜啊，太多了，这些东西啊，那么不好啊。而那么拜30拜不怕，还蛮好。